114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汉语朗读文章国小学生组施彦强编号2号齐翻成录音，都是太树下的原生态彭水族原作。伫雅沃卡附近呢，有一间动态间的大卖场，记得嘅停车场顺，还留在年代种到旧工厂顺嘅老树诶，树下咩还留在一大片嘅空地，本植物做得用原生态嘅方式吃油态，爱吃到。亚空体又同亚间外国连锁店加分，因为佢有本人一种尊重台湾植物、珍惜台湾菜地生态嘅感觉。上次我会伫树下卧头看见到条诶，伫高甜甜嘅树档，个比。个了，有时间我会坐到停车场顺嘅父母奶爱墙，看见到杨梅诶、金菇诶，伫高甜甜嘅大树下，天天的比，慢慢的了，记到一还忙走嘅杨叶诶。咩唔是讲每本铺定记到，随时都有可能烧过来实体记到嘅条诶，因为四位都系人物查诶态路嘅片还有火车不是下南上北，啲嘅角落，故说条诶记到咩想爱比哥哥卡吃菜。希望那是宏大出个创造人，也是本菜创造基础水诶。故说也树当树下有无同样嘅生活速度，无同样嘅生活方式。唔看，记到前节伫树下放射古车。车到一内，抬到一米长。大卖场地度没有卖前节，几批的就爱卖几下10元。嘅也一内的都系用无人争咯。第一，嘅又唔系硬嘅东西。第二，唔惊。有世界话张比我讲鸟哦，哪有人按摩卫生？热天嘅大树下，记到叶尾将本长工婆做个几好样嘅冷饭亭，还会开出一婆婆嘅小拍花，当电影下，拍花无按拍嘅。就会感到有无嘅4个字诶，按到无隐私，也同人哋发到面向嘅无隐私无同样，系实际嘅无隐私。唔muốn爱，我去同人调整来什么？嘅爱冇按我啦，就同讲过。系有世界嘅张比我讲鸟，佢唔超，让我眼昂咯。拍翻呢开发嘅，做啲转去加工嘅产业啦。各位没有野生嘅无隐私，冇人先农药，咩唔会有机会去练，希望。没做得自家种啊，用法白嘞
种出因自家嘅原生态来。毋过希望咯。